遮尔好天、遮尔好的日子，会当搁一摆用谦卑的心来到伫主恩典的宝座面前，要领受伊的恩典、伊的疼痛、伊的福气。咱三角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赏赐互阮，互阮伫十字架顶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互阮会当通过信心来成做上帝的囝儿。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因为阮无要互神明做囝，阮是要互上帝你做阮的天父。过一摆伫新春了后，互阮开始阮的工作的时，主阮知影，阮有软正，阮有限，总是阮所倚靠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溃烂。愿你赐予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基督徒真爱挂十字架伫行前的所在，来表达家己的身份。总是伫今仔日现代人的中间，挂十字架无拄拄是基督徒的专利，因为咱会当伫册房、伫金仔店，拢会当看到真水的十字架、真水的鱼钩，所以互真侪人也真意爱带十字架。伊认为带十字架加较高尚，总是十字架也常常伫咱电视媒体的中间，或者艺人摕来用伫做礼拜，或者是来赶鬼。有时阵也将十字架来当作滚耍笑的物件，总是因毋知十字架是代表耶稣基督救恩的记号。十字架是对叨落开始呢？是对波斯人，当波斯帝国来占领巴比伦、亚述了后，因就用十字架来刑罚当时犯同罪的人。就是当这人来顶十字架的时阵，伊的神经、伊的细胞渐渐伫遐抽，踮遐疼，然后老血到尾死去。波斯人用这种的方法来抬价价高，就是希望互所有人民通谨慎来守法。若无守法，若做歹犯罪，都会受十字架的刑罚。总是到伫罗马帝国来征服波斯帝国了后，因有缘用十字架来刑罚这政治犯、革命分子，甚至犯同罪的人。所以伫迄个十字架中间，成做一种真残酷的死刑。总是今仔日咱也当看伫现代人已经无咧用十字架，是用枪决，互犯同罪的人一枪就通死去。对新约的圣经的神学甲整个新约的焦点，拢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通过耶稣基督的出世，伊的受苦，伊顶十字架流宝血，甚至死第三日高活上天。这就是整个新约圣经上重要的焦点，就是放伫耶稣基督的顶面。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是要显明上帝对世间人的公义甲慈爱。有侪人的确就死，总是上帝用伊的囝耶稣为咱死伫十字架顶。总是一方面也表达上帝对世间人的慈爱，伊的疼是落伫咱的中间。罗马书第3章23到25节，会当真清楚来表明这种的信息。保罗安尼讲，因为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荣光，但却上帝恩典伫基督耶稣的救恩，就白白来称做伊。上帝予耶稣来做挽回者，靠着伊的血，照着人的信，来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伊吞忍
宽容人早前所犯的罪。伫创世纪第一个亚当犯罪背逆离开上帝，总是伫新约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来赦罪，互人甲上帝得到和好，互人甲人得到和好，互人甲上帝所做的万物得到和好。所以十字架真简单，敢若一环一直，总是有真深沉上帝的心意伫迄个中间。这礼拜咱读圣经的进度已经读到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关伫监狱的中间来写批关心伊所设立的以弗所的教会，甲以弗所的兄弟姊妹信徒伫因的中间。保罗特别伫这个中间咧强调，互所有以弗所的教会会当认捌上帝的疼，长看关心，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来显明。那呢，上帝的心意甲伊的计划，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权能，来显明上帝的心意。当人若坚定心志，将咱的信仰起造伫耶稣基督的根基的顶头，人就要伫遐来显明合一甲和睦的见证，来荣光上帝。利益规的人，以弗所书是一张真宝贝教会论的一张的批，来起造是基督甲教会的关系，人甲基督的关系。所以以弗所书是一张真宝贝一张册，一张批，互咱搁一摆伫这个礼拜读圣经的中间，会当隐秘上帝的心意。咱知一般人伫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会当得到权势地位，咱甲称作 position。因为有权势、有地位，是人人所追求，因为伊会当得到人的尊敬，甚至有影响力。总是伫圣经耶稣基督的身上，伊毋是要追求地位，伊是要伫耶稣基督的身上。互咱看见上帝威权 authority。耶稣基督本来是甲上帝平等，总是以屈家成做人的款式，佮顺服到伫死，佮死伫十字架顶。这种的权能就会当互咱看见耶稣基督伊所带来的快乐。今咱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甲14节，而且咱要看见十字架的快乐，会当拆毁过长的墙。伫这段圣经描写犹太人甲外邦人，因有一个真大的隔离。这个隔离就是犹太人因常常讲，因就是上帝的选民。那呢，伫因的身躯阁有一个记号，就是受割礼。但是外邦人并无这个记号，所以犹太人常常感觉家己真高尚、真高贵。伫遮尼济世界70亿的人口内底，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特别拣选。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也特别来看见。是安那犹太人有这种的特权，来当对创世纪17章第9节甲第10节人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甲恁的后裔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约，恁所有查甫的拢要受割礼。这就是我甲你以及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恁要遵守的。”犹太人就是对旧约。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的契约，那呢，都有受割礼的印证。总是伫新约，保罗伫遮特别强调，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
已经拆裂、拆毁彼此隔离的墙，会当互人合一，得到和睦，无搁再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共款，今日咱伫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咱伫教会内底，咱拢称作兄弟姊妹。希望咱无血统的关系，但是咱伫共信仰的内底，咱就称作无物人、无物兄、无物姊妹。也就是讲，咱伫教会内底，咱无搁分族群。你是台湾人，你是外省人，你是客人，你是原住民。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留的保护伊的大气力，已经拆裂一切隔离的墙，所以互咱伫主的内底就成做一家人。伫南美洲有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一个就是智利，一个叫做阿根廷。这两个国家的国界都连做伙，都亲像美国甲加拿大共款，因两个国家是连做伙，敢若一个山来隔离。总是这两个国家，因为伫迄个边界的中间，常常有冲突、有纷争、有战争。第四，两个国家常常伫战争的中间，有侪人来死亡，也互带着这两个国家侪的紧张甲不安。有一摆，就是伫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真长啊！这个国家内底有一个主教，就伫耶稣基督过活的时阵，就来讲耶稣基督的过活，就是要带互咱一个和平、和睦的好消息。所以，咱一定对教会开始来敲吹和睦的心意。那呢，爱互咱的国家甲另外一个国家爱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当这个消息渐渐传到伫智利的时阵，智利有一个牧师也伫遐来传讲，亲像今仔日同款，用以弗所书第2章16节安尼讲：基督伫十字架顶已经除去冤仇，那呢，借着这个十字架，要互两个归伫一体。甲上帝和好，所以伫智利也开始对人民的运动，就是对教会来开始这种和平、和好、和睦的活动。然后，这个运动愈来愈大，就成做两个国家的执政者、两个国家的总统来治理这样代志，对人民重视和平的运动来影响到伫两个国家。当这个以外两个国家来追求和睦甲和平，愈来的声愈来愈大，后来就成做两个国家的愿望。最后就是两个国家的领导者就邀请英国爱德华7世来做仲裁，就两个国家就签订永久领土和平的协约。当两个国家无要搁战争啊，所以伫迄个上重要边界的所在，将因的枪、因的炮，就甲烧一个耶稣的像伫顶头。这个是要代表一个真重要的意义。伫迄个像的边啊，搁摕两个字，一个就是讲山会当放，石头会烂，总是智利甲阿根廷两个国家伫耶稣基督的脚前所立的名约，永远袂改变。搁另外一边，搁写一个字，讲耶稣基督互咱和睦，拆毁中间隔离的墙甲冤仇，互两国合作一个。只要咱看见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权能，会当拆毁两个冤仇，两个国家的冤仇，也成做一个和睦的关系。咱若真意爱台湾会当建立一个国家的主体，会当甲中国，虽讲台湾是小小的国家，中国是大的国家，总是两个国家会当成做一个和睦的关系。毋是中国较大要统一台湾，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总是咱会当伫耶稣基督内底来保持一种和睦的关系。第二项，十字架的大溃烂是要合作一个。今咱是生活一种欠缺三者合一的环境的中间，因为人的罪性、人的自私，想要比别人更较高，想要比别人更较厉害，也因为安尼，互相伫紧张隔离的中间，比如讲伫咱家庭、夫妻的中间，甚至伫教会，伫美国，干那一间50人的教会，台湾人的教会，佫变做2间，25个，25个，啊，佫变做4间，10通的，10通的，10通的。咱若看见咱的国家有哪色的、有绿色的2个政党，蓝天绿地，常常伫2个政党的中间，伫遐冲突，甚至伫选举的中间所带来的紧张。伫家庭的内底，咱看见婚姻的中间的破裂。台湾的离婚率愈来愈悬，10对有5对咧离婚。那安尼，做囝儿的常常为着父母的财产，伫遐冤家相拍相杀。这种的关系，互咱看见就是人的私欲甲罪进入伫人的中间，来破坏迄种的，就是和睦甲合一。咱会通看见亚当夏娃伫埃甸乐园的中间，食了上帝所禁止分别善恶果的果子。本来上帝知影亚当一个人徛起无好，要甲伊找一个匹配，对伊的肋骨来找一个匹配，叫做夏娃。总是代志发生的时阵，2个人都互相推卸责任。夏娃食分别善恶果食了真好食，搁互亚当食。亚当食到一半，过伫哪后，上帝就来啊！所以今日咱看所有的查甫的拢一个好结伫遮。总是当代志发生，家庭的中间有代志发生的时阵，2个人就推卸责任。亚当讲，迄是夏娃先食，才摕互我食。夏娃讲是因为蛇食，蛇来引诱我。所以伫家庭内底，因为某一种的代志错误，就互相伫遐推卸责任。咱若看见伫创世纪内底，对家庭内底发生头一个谋杀案，就是亲兄弟该隐杀死亚伯。咱若看见伫挪亚的时代，因为人会败坏到极。上帝就选择挪亚是一个义人，是敬畏上帝的人来做大船。伫这个内底，咱能看见整个的世界甲人类就活伫这种私欲、罪、纷争的内底，致使人甲人愈来的关系愈疏远，甚至翁仔某的中间就袂好好，逐工咧冤家。牧师常常爱处理翁仔某咧冤家的代志。莫讲遮尔大个国家，敢若2个人就无法度和睦、互相来处理家庭的代志。所以咱真需要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所留的保血伊的赦免，互咱真正会当伫伊的保血甲赦免的内底来追求三听甲合一。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甲第3节，保罗安尼来劝勉讲：恁做代志做人，都爱合伫上帝呼召恁所立的标准，都谦卑，都温柔，都吞忍，用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守圣神所赐合一的心。这是保罗伫家教的中间特别来关心伫所设立的教会，有所的教会甲兄弟姊妹。我相信，今日圣神也甲咱提醒，伫教会内底，若失去合一的心，就失去做水的见证。
14节，今咱所读的圣经《约书书》第2章14节，保罗安尼讲：基督亲自将和平赏赐予咱，和犹太人甲外邦人来合一。咱知影合一甲统一是无共款。统一就是逐个人爱讲共款的话，逐个人爱穿共款的衫，亲像咱伫学校。进前咧读册的时阵，逐个人查甫拢爱剃3分头，然后爱穿制服，这叫做一种的统一。总是合一是啥物？合一就是尊重逐人无共款的恩赐、才调甲能力，总是心智共款、目标共款，为着要成全耶稣基督的身躯。即使彼此的中间，因为意见、看法、个性无共款，就看作对敌。那安尼时阵，就失去合一真正意义。对咱知影，阿母中间个性拢也无共款，想法无共款，总是会当通过沟通、分享、参详来达成某一种的共识。所以，合一甲统一是无共款。看到四书五经内底，我感觉孔子有一句话也讲了真好。伊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当我听起来，敢若无啥真了解伊的意思。伊讲，若是君子，就是逐个人伫和睦的中间，合一的内底。但是尊重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特色、恩赐甲才调。若是小人，表面上逐个人做伙拢真好，但是后壁也一刀甲你拄落。这个就是小人同而不和的意思。有一个故事会当来表达。讲伫古早的时阵，有3个王子。这3个王子，伊每一个人拢有一项宝贝。第一个王子又得到一个魔镜、魔镜。这个魔镜就是会当看到伫真远的所在，伊拢看会到；几个山头过去，伊拢看会到，因为伊有迄个魔镜。第二个王子又得到一个魔毯，一个毯啊，就是甲坐落去的时阵，会当飞到伫伊要去的所在，逐所在伊拢会当去。第3个王子有一粒链骨，这粒链骨会当治百病，加落去时阵，食落去时阵，病拢会当治得好。当有一天，这3个王子看到一个远远的国家的一个公主破病，当破病的时阵，因为这个魔镜先看到，但敢若看到嘛袂当帮助伊。总是看到了后，第2个王子讲：无要紧，咱若去甲伊关心，我有毛毯坐咧，马上就到。第3个王子讲：安尼，咱若去嘛对伊无啥物帮助，我只有一粒链骨，啊，若迄个公主食落去的时阵，啊，伊一定会当治得好。所以3个人就做伙合作，来到伫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公主的所在，来帮助伊，后来这个公主病来治得好。啊！你莫问讲，最后这个3个王子最后爱迄个公主，啥物人才得到？迄个毋是重点。重点是讲，因3个人有无共款的宝贝，总是无共款的宝贝，因欢喜合作，伫合作的中间，因就会当来共同达成迄个效果。亲爱的姊妹，咱今仔伫教会内底嘛是共款。咱伫教会内底。咱有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基督徒，上帝至少予咱一项的恩赐，总是咱爱常常欣赏，常常去肯定别人，予咱会当伫主的厅内底合一，会当彼此帮助。因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会当伫合一的内底。来为主做见证，来荣光归伫上帝。其实教会若有分裂，
家庭有分裂，这毋是上帝意思。的确是魔鬼伫咱的中间，咱就爱祈祷，求上帝帮助咱。这种的合一，爱对咱的家庭、对教会来做起，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承担一切的罪恶，互咱会当甲上帝好搁好，甲人搁好，甲咱所徛起的万美搁好。第三项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权能，要互咱搁一摆受建立，会当甲上帝好好。保罗伫以弗所书中间强调，好好的基础毋是人，好好的基础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宝血，互咱才有新的机会。若无，咱永远无机会。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为着咱承担两项代志。头一个就是满足上帝的公义，对遮有讲过，圣经就是伫罗马书第3章25节，上帝和耶稣基督做挽回者，就是要显明迄个公义。第二项就是表明上帝之爱。罗马书第5章第8节讲，独咱要搁做罪人的时阵，主耶稣就为咱来死，上帝听就咱来显明。换做来讲，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互咱搁一摆伫伊的内底，咱的罪得到赦免。毋然呢，咱会当恢复伫第一个亚当所犯的罪，甲上帝建立；伫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内底，重新甲上帝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好好是啥物意思？好好就是过去本来真好，但是关系已经拍歹去。都是即马重新来恢复过去迄种真好的关系。这种的亏他是啥人所做的？当然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互咱会当重新来恢复甲上帝建立好好的关系。所以好好的主动者是上帝，毋是人。有一对家庭，阿母常常冤家，伊讲。伫冤家中间，什么人先甲我对不起，迄个人就是输了。有一天呢，这个厝内底有着贼头，贼仔来到伫这个厝咧搬物件，这两个人拢无要讲话，因为伊若先讲话，啥人就输去啊。当这个贼仔将厝内所有物件要搬出去的时阵，迄个太太挡袂牢。讲先生，你即摆是安那？贼仔甲咱物件搬出去啊，你拢无要讲一句话啊？迄个先生啊，太太讲你先讲话，你输啊！咱常常伫即种紧张的关系内底，无要敲找和解和睦，求主来怜悯甲赦免。既然咱若无十字架的溃烂，咱永远就是活伫即种黑暗、纷争甚至怨恨的内底，咱得袂到永生的盼望。以弗所书第2章第16节到第17节，耶稣基督的大溃烂，互咱两项足宝贝的恩典。头一项就是甲上帝和好，第二项就是互咱会当传和好的福音。因咱大声得到罪赦免甲和解，所以咱会当伫遐来传扬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伫咱的中间。亲爱的姊妹，咱的教会受设立上大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总是要传福音进前，咱需要受造就。伫新年开始，咱伫教会的周报第13页的所在，教会有为着咱举办真侪造就训练的课程。特别咱伫3月初7，咱有邀请东门教会罗牧师来带领咱读圣经。当咱要传福音的中间，咱若对上帝话圣经无了解，咱实在是真恶得来分享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那呢，咱对3月开始，咱有邀请真理大学宗教学的教授
要甲咱大家分享人物自宗教。除了人物，咱家己基督教了后，咱伫社会内底，咱的国家内底，阁有一贯道，阁有回教，阁有佛教。当咱来当人物家己，阁人物别人的时阵，咱的传福音就高效。我真邀请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当咱的教会要成长的时阵，咱爱大声受装备。我邀请咱三甲来参加，受装备然后，咱所带出的福音的效果，一定会大大得到增加。保罗哥林多的教会见证讲，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的信息，伫遐的无内容来看是虚妄，总是咱得救的人，迄是上帝大权力。伫第2章。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保罗讲：我定着主意，甲恁做伙的时阵，无要讲股票，无要讲房地产。我甲恁做伙的时阵，独独要讲起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的代志。除了这个以外，我啥物拢无要提起。亲爱的姊妹，互咱伫新春了后，咱注意咱家己的工作甲事业。咱也注意传福音的事，咱甲人做伙的中间，亲像保罗讲，我只有注意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所完成的救赎。愿上帝帮助咱，赐予咱要搁一摆领受主的圣餐的时阵，愿主耶稣基督的保惠会怜悯甲赦免，更新咱的性命，互咱伫新的一年会当单单得到果子，来荣光归伫上帝。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主，阮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伫新春以后，天气烧热，孤单的树啊，也渐渐布影开花结籽。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想使阮新的一年是要互阮通做工的一年，互阮靠着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功劳甲快乐，阮要展开传福音的时间，互主你的教会就成做一个传福音受造就、参与伫团契小组服侍的所在。特别上帝，你单单使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恩赐会当好好来发挥，互阮的影响力来影响阮四周围的人，来认捌耶稣基督。主啊，愿你赐福阮，愿相信伫新的一年，主你的教会的确是大大得到丰收的一年。愿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